全台开基清水祖师四坤星龙山寺，为庆祝清水祖师佛诞，伫农历正月初6、7天，拢会安排一系列活动，互信众共参祈福。有过7色平安桥、造桥解运、冷神桥等等的活动，每一届举办，拢吸引全国各地信众前来参拜。你逐当拢来吗？嘿啊，是啊。啊，为什么会想来参加这个活动？阮的祖师讲上牛啊，上好啊，保阮平安啊，阮囝拢把我保甲足平安，足好的啊。嘿啊。所以来参加这个嘛。对啊，阮逐当一定爱来，因为阮先生是遮的人，故乡，所以阮逐当的正月初6一定爱来。咱今仔日吼是咱的祖师公的生日，伊圣诞啊，咱有办这个平安桥，即摆仪式正咧进行。当然，足侪咱遮乡亲时代吼，拢有来，大家拢共同参与。上重要是，阮今年的3月30，我有办一个，咱庙林有办一个迄个世界迄个清水祖师的文化节，来自世界各国就包括着咱的全国的，咱遮清水祖师，也甲着迄个咱迄个就泰国啦、马来西亚啦、新加坡。因遐一寡遐因的祖师公嘛拢个新尊，这边就是要请新尊来遮迄个会合吼，这个活动，咱的民政局呢也足支持，尤其是咱南区区公所吼，咱的小区长然后跟足小听的吼，来到三港迄个办这个活动。庙方今年竟首次办理50万转运金博杯比赛。而且这全部奖金拢是由主委吴志祥以及这位国门捐赠，完全无开着庙方的钱。因为阮今年有举办这个50万的转运金要互拨，所以讲呢，即马这几天足济，几落千个来咧参加，入去决赛就已经有600几个啊。到目前为止哦，今仔日若去加可能会超过700-800个，所以讲。咱这个入去决赛就是3箱就入去决赛，入决赛就已经有目前来讲600几个啊。因为7点开始，所以讲吼，这嘛是一个足有意义的活动，就是讲咱的祖师公有只是有福的，就是等下得到伊的转运金。四坤星龙山寺首次办理这不免型的转运金博杯比赛，初1到初6。就已经有600多人报名参加，决赛也将在初6暗时7点登场。庙方嘛欢迎市民大众做伙来到现场，感受博杯比赛刺激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